五邑係大多數香港人嘅鄉情之地，有數據顯示，全港700幾萬人入邊，差唔多有1/5嘅故鄉都係屬於江門五邑。從港珠澳大橋到西九龍高鐵，再到深中通道，喺大灣區協同發展嘅巨大引擎驅使之下，一個便捷往嚟嘅生活圈已經形成。而家我哋從江門出發，依託成熟嘅立體交通路網，粵港兩地輕鬆往嚟早已經成為日常。近幾年越嚟越多香港朋友歸鄉，共同見證住江門呢座百年僑鄉嘅穩步發展。5年增量超1000億，增速位居全省前列，基本年年都俾到我哋新嘅面貌。城市發展賦能生活，交通提速換新未來。舊陣時先輩謀生活，求發展遠赴他鄉。今日雖然滄海桑田，但鄉情不變。喺呢度永遠以最熱情嘅狀態，隨時歡迎遊子歸家。歸家之處，立面簡約雅致，大堂樓高超5米，空間闊綽。負一樓星空頂入戶，搭配品質電梯，締造從容舒心嘅歸家儀式感。光發翡翠觀瀾，建築面積約108到249平方米，高爾夫大平層。境外樓花買唔買？計過風險先好買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. Assess the risks before you buy.